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初10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5例境外病例，11月初8嘛已经开放当试驾试用，指挥中心嘛考虑春节要改7天大防疫旅馆就好。美国参众议员张坐军机飞来台湾，早起甲总统蔡英文见面。外交部表示会找机会对外说明双方会谈的议题。华人警方抓到一个啉酒桥倒摆的查甫人，这嫌犯佮甲派出所所长的大头母家长以妨害公务罪伫上班。新车先来看，咱过来今仔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案例，有5个境外病例。另外，对于11月初8开始哦，卖场地当试驾，百货公司的化妆品卖当试用咯。咱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0例的本土病例，那有5例的境外移入的个案，那0例的死亡的确诊个案。那这5例的境外移入个案，那分别来自新加坡及印尼啊。那印尼有4例。那昨天接种疫苗209832剂啊，所以目前人口涵盖率，第一剂是75.21%，那第二剂是39.03%。那机器人口比是114.25。卖场跟百货试吃的部分，经济部这边已经完成他们的程序，在前天已经有公告修正这个百货及卖场相关的防疫管理措施指引。从前天公布的这个11月8号开始，百货卖场可以开放来做试吃，以及就是保养品、化妆品的试用哈。来看部长陈时中认为讲，12月中哦，咱国内第2档的疫苗注射率应该得当到60成。月底阁有1批莫德纳会送来台湾。针对春节的检疫，指挥中心嘛长个考虑讲，做好2档的疫苗入境要改做7+7，伫防疫旅馆待7天，另外7天会当转去厝内检疫。上紧哦，这礼拜就会公布。咱国家己买 AZ 疫苗59万外吨，顶礼拜送来台湾，这个月底就会到期。去互外界质疑讲去买到强要过期的疫苗，有立委就烦恼讲，这批疫苗敢注下了。针对这点，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目前国内单要注 AZ 第2档的民众至少有108万人，会赶紧提升第2档的注射率。嘛讲这个月底要会有1批莫德纳会入来。第2剂的话，我们大概追求的目标是多少？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完成？我们现在先估计大概到12月中，我们希望能够达到60%以上的第2剂的覆盖率。另外，因应新正登来台湾的人阵，防疫旅馆是真恶注文，有立委就呼吁中央会当征用国营事业的宿舍或者是训练中心，加做集中检疫所。陈时中表示，目前已经伫咧做清点，按算今年集中检疫所的容量会当达到3600间，做伙回国的亲人买当伫咧同一大做检疫。中油它也有训练中心，这一些可不可能透过我们经济部全部的一个评估，把它纳进来，甚至让它的价钱可以更平价一点。旅社的部分，观光局这2天又多盘整出来，大概增加1000家。我们去年开了1500家，那今年因应这情况，我们希望开到3600间。因为新正检疫方案10天加4天，对减轻防疫旅馆的容量无啥帮助。目前指挥中心嘛考虑讲，做过2档疫苗的民众入境，防疫旅馆检疫改做是7天加7天，未来7天会当伫咧厝内居家检疫。很多的方案都在考虑哈，但是总体14天是不变的。陈时中强调讲，整体入境检疫的时间无变，维持14天。不过相关的流程甲配套还阁伫咧讨论。上紧这礼拜就会公布上新的措施，咱民众第2档疫苗注射率达到一定的程度，申请了后，边境放流会以经贸活动优先开放。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观光局明仔载推出防疫旅馆查询平台，要用电号来显示咱国内饭店房间订房的状况哦。也毋过因为各县市订房的方式无同，不一定会当直接伫这个平台来订房。伊主要目的是要互民众来了解空房的情况。春节期间，高算有3万人以上的回台进条，互检疫旅馆量能加严。未早准备回国的人，拢咧敲电话查询空的房间。为统整各县市房间的状况，交通部观光局要推出防疫旅馆查询平台，利用电话来估计各县市的房间状况。红色是无空的房间，青顶是房房真充足，超过10间；黄顶是只有10间以下房间。昨天我又开了没有平台还有防疫旅馆的会议，那初步公安局是在明天傍晚就是
防疫旅宿的查询网会上线。观光局表示，平台会建立伫观光局即卖台湾旅宿房。目前网站顶端其实有防疫旅馆的资讯，只是无订房的状况。以订号来初步查询各县市村的房间数了后，民众应选择房间数较济所在来订房。它是以日期为单位，就是县市以后，然后再有日期建。民众查到，比如说12月1号、3号、4号，或者是1月1号、3号这样子。每天都有一个单位。观光局表示，目前才咧甲地方政府做最后的信息确认，预计平台伫12尾暗仔会用上线。另外，针对春节期间检疫需求量大，按算11月底全台防疫旅馆会增加到3.2万间。记者综合报道。全球做好2档疫苗的民众大约有4成，也毋过最近确诊病例又搁有增加的趋势哦。2档做无共款牌子的疫苗，也是搁做第3档，敢会有帮助咧？已经有诚侪相关的研究会进行咯，咱做伙来了解。全世界各国疫苗的注射率慢慢伫咧提升，做2剂有效性的比例已经到4成，也毋过欧洲有诚侪国家已经依然无法度有效控制。伫美国做第3剂加强剂疫苗南美做的实验中显示，变种病毒和抗体浓度下降，也毋过接受测试的人伫咧做过加强剂了，会让有效提升抗体浓度。其实嬌生跟 A 粒过去 A 粒跟 BNT 的混打就曾经出现抗体综合浓度比过去这个2剂同样都是 A 粒来得高。那目前在第3剂也证明了载体混的 mRNA 疫苗，这个会让这个它的抗体综合浓度增强。变种病毒造成疫情起起落落，自印度3-4月份3间医疗机构的经验来看，做过2剂有风险的人发生突破性感染、德尔塔病毒感染的机会是非德尔塔病毒的5.4倍。要安怎解决这种情形？学者讲，做第3剂有风险是其中的一个考虑。在确诊个案上，以及在有症状的感染上，它其实效益都达到88% 跟91%，甚至对这个住院的发生、重症的发生以及死亡的发生，它都有很好的一个效益存在。以色列伫咧每一个年龄层做过第3剂有风险了，确诊数拢有明显的下降。也毋过学者也提醒讲，即马世界各国伫咧做第3剂有风险的政策，伊原来考虑到做2剂疫苗发生心肌炎加心包炎的风险是无做的人的2.35倍，而且不如国家做第3剂疫苗的政策，也恐惊会增加其他国家取得疫苗的困难度。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参众议员的访问团，今仔早起去总统府拜访总统蔡英文。总统府甲美国拢无对外公开说明双方会谈的议题。月初打提出台湾协助法案的美国众议员柯宁，嘛是来台湾的成员之一。外界是要讲双方应该是讨论外交经贸甲国际安全哦。外交部是表示尊重对方的意愿，相关的资讯会搁找机会对外来说明。70早起要我10点的时阵，在美国参众议院访问团的车队进入总统府拜会总统蔡英文。根据了解，访问团的成员可能包含美国共和党籍的参议员 John Cornyn、Tommy Tuberville、Mike Crapo、Mike Lee、美国众议员 Jake Ellzey。因为 John Cornyn 甲真侪参议员这个月提出台湾协作法案，其中包含修订武器出口管制法。协助台湾对抗中国大陆军事甲外交的压力，或制作来访问的目的受到关注。不过双方对这件代志拢真低调。本案经台湾跟美国双方的协调结果，并且基于尊重访宾的意愿，相关的资讯我们会在适时另外对外说明。I will refer you to that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As you know, delegations from our Congress often do travel overseas, but we'll leave it to them to characterize their trip. 美国国会议员的访问团，找到暗时在美国海军一架 C-40A 行政专机降落伫咧松山空军基地。这都对咱驻美代表处热心的政治组长就异常分析，这组可能会讨论2国的外交、经贸甲国际安全的议题。而且进前因为疫情的关系，未少国会议员访问台湾的行程拢暂停延后。自从国际疫情改善，未少美国的参众议员拢会小刷来访问。自从大概去年开始，有蛮多位这个美国的参众议员都希望可以组团来到台湾那主要议题当然是包括这个台美的一些合作、经贸。
区域情势、区域安全等等的一些合作但是现在随着疫情舒缓，我觉得我们也会陆续看到越来越多这个美国的重要的参众议员组团来到台湾。针对美国的国会议员来台湾访问，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中国坚决反对美国跟台湾有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跟军事联络，而且因希望美国的国会议员会当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搁有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有关规定，若无就会对台海的和平稳定带来损害。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一个月受到3000万件网络的攻击，主要拢来自中国。今仔日立法院有立委就质疑政府有真侪单位向治安基础的能力拢无通过标准哦，治安防护的能力是真使人烦恼。台湾饱受治安威胁，每个月遭受3000万次骇客攻击，尤其是以银行业上济。骇客主要来自中国，行政将治安看作是国安应对。根据109年统计，全国有44个 A 级机关、197个 B 级机关，做治安治理成熟度评鉴。A 级机关爱达成3级以上才有治安基础能力，不过煞有32个 A 级机关达到3级，互政府治安防护引起质疑。A 级机关大部分只有一个不到这个70分以上。我讲给你听，是这无应该，因为 A 级的就是这国防的、这机密的，袂使这个分数啦。针对年底4大公投，民进党立委曾水雄认为，若美帝公投有闪失，恐惊加做台湾制裁美国。行政院秘书长李明安定调4大公投是关键之战，强调不只是食安问题，也关系台湾是不是应行出去，关系存亡发展。各部会应该协助说明政府的政策。4大公投，它就是一个复决尤其是其中3个是对政策的复决。按照公投法规相关规定行政院是当然反方，相关的政策相关的论述对外说明。今年顶年度编列4446万预算，办理重大政策新闻发布。及时回应等项目，立委认为应该加强社群平台政策宣导，辟谣成效。另外，台湾交通事故死伤真多，每年造成3000人死亡。交通部甲警政署最新的报告指出，今年死伤有下降的现象。立委批评无考虑疫情冲击，报告完全脱离现实。从肇事的件数、死亡的人数、受伤的人数来看，1到4月，2021年都较2020年是成长了嘛？在这个升3级之前都是成长的。到了5月3级警戒之后，数字才大幅的下降。开会不是重点，重点是对于实质的改善。立委要求院长苏贞昌亲身主持道安汇报，各每礼拜公布伤亡数字。李明安回应，开会不是重点，是做到实际改善，已经陆续对危险路口做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清大校友会甲中国厦门市政府、北京清华大学做伙伫新竹的清大设清华海峡研究院的新竹办公室。教育部长潘文忠早起表示，昨已经派人去清大调查，所以因办公室自强工业基金会勘涉着违反两化条例。昨教育部嘛搁再要求所有学校拢要重新来检讨。清华海峡研究院新竹办公室传出违反两化条例。教育部初九甲跨部会专案小组来到清大调查，初步判断向清大设育成大楼5楼空间的自强工业基金会，将空间搁再设予厦门清华海峡研究院，而且代管空间已经违反着两化条例，而且经济部裁罚。第一个学校跟相关的办理主体并未依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提出申请，而实际上的作为是以中国相关党政军所组成的组织来做相关的合作事宜因若清大敢知影这件代志，甚至是实际参与，教育部讲搁要向清大来厘清。为着避免各有类似的情形，教育部初九嘛搁再发函，予大专院校爱清点甲管理校内走廊的空间。比如以清大为例，校舍来租借，但完全不去做进一步的这些管理，我想这些都是公有的财产。那如果又进行跟抵触法律相关的作为，我想这部分是应该要来确实的自我的一个检视跟盘点。
对教育部要全面清查大专院校敢有类似的违法的情形，前台科大校长廖庆盈是表示，其实所有的校长拢愿意配合国家的政策，无人会刁工违法。不过政府对清大处理方式，会让其他的大学在两岸学术交流方面，唔知要安怎做。几年前还是鼓励两岸学术交流，那现在突然变成我们做的一些事就是错的了。虽然教育部说只要是纯学术是 OK 的。可是什么叫纯学术？这个都是很难界定的。另外，学界嘛有人咧质疑教育部安尼做会去侵害到学术自由。针对这件代志，潘文忠2届来强调，学术自由袂当违反到法律。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西北暗时，华人的警方伫市区的巡逻，查到一个啉酒翘倒摆的查甫人，甲伊带转去派出所。结果，这个查甫人情绪失控，甲派出所的所长大头尾加长。所长决定去病院，甲镜头接转去哦。这个啉酒赛车的查甫人，嘛互以公共危险、当伤害、佮妨碍公务等罪，移送法办。西北暗时10点45分，花莲市美仑派出所的巡逻车，伫府前路的一个上车路口，发现一个查甫人骑车，毋但骑了袂知佫弄红灯，去甲临检了后要做酒精的测试，毋过伊煞毋配合，佫一直强调讲伊捌做过警校的顾问，落尾情绪佫失去控制，要伤害家己，警方只好强制甲伊保护管束。告诉你，现在跟我走之后就把他自杀，我死掉就好了。好了，不用这样了。救命啊！用脚翻他脚。3个警察帮我弄啊！救命！想袂到，甲这个查甫人送上警察车了后，伊煞雄雄甲派出所的所长倒手的大布网夹断去，而且佫配伫咧车底。所长先甲嫌犯送去派出所了后，才去病院看医生，到当也未出院。实施管束之际呢，趁势咬住所长的左手拇指，导致所长左手拇指上半截断裂，那已经紧急送慈济医院顺利接回。那刘姓的嫌疑人呢，我们警察机关则依重伤害罪、妨碍公务还有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根据警方的调查，这个攻击警察的姓刘的男性今年71岁，酒测值是0.65。因若镜头去互夹断去的所长王德林，做警察已经32年。去年分发去美仑派出所服务，虽然这届镜头有接到转去，不过手术了后，就算是复健，敢若会当恢复7-8成。互真侪警界同仁感觉真生气嘛，真唔甘。记者综合报道。10月底，统一集团有一款泡面起价起1成外，有超商的通路是表示未单嘛拍算要起价。公平会主委表示讲，公平会内底有一个防制人为操控计数的小组，因拢会来监控这个计数。目前是还未发现讲有做伙起价的行为。立委手内摕真侪泡面，讲伫最近真侪牌子的泡面拢伫咧起价，而且起真侪，超过1成，要求公平会调查是毋是有联合的行为。你认为53涨到59，涨1成多，这样子是合理的吗？市面上的价格也非常的分歧，没有看出是大家联合一致说好要一起涨价。公平会讲。泡面起价只是个别厂商伫咧起，并无联合的行为。不过自10月底开始，统一集团的泡面满汉大餐已经第一个起价，自53块起到59块，起超过11%。味丹的泡面味味一品，根据超商的通路莱尔富讲，已经接到要起价通知。11月17开始，会自53块起到59块，也起超过1成。因若味丽食品是还未公布泡面要起价计划。不过外界认为，因的泡面一度站恐惊无偌久了，也会得起价。小的物资呢，没有一件我看没有一件查得到的。他要联合的合在一起去讨论价格的情况，本质上就会比较少。那我们要去认为有联合行为，一定要有很具体的事证。因为最近全联收购当润发，也个家乐福收购案，那是合并成功。是毋是影响市面上的计价，出现计价垄断的情形？公平会讲是也未收到合并案的申请，强调会密切的观察。水平的结合，它的市占率营业额如果达到公平交易法的第11条所定的门槛，需要主动跟公平会申报。这个案子还没有进来可会依据结合的内容那当事人的在市场的占有率。公平会讲。业者若是提出合并案的申请，会依照程序进行实质的审查，包括市场的占有率、
对整体经济影响的好歹，一个是毋是会对产品的介绍有不利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有一个物件的代理商，对107年开始进口中国籍物件，假做是日本的品牌，嘛互日本的公司提出告诉。警方查扣12000外件，价值700多万哦。这个代理商嘛，互以违反商标法上班咯。入去验证的仓库内面，看到规间的货架顶头拢是物件，真侪盒顶头拢带着日本著名的运动品牌美津浓的商标。结果全部都互警方查扣。这边是眼镜的商品，它这个侵权的商标哦，这边有这个镜片上这个美津浓的图样哦，还有这边物件连物件轻，全部拢刻有商标，讲是日本制作。验过这个物件数量有到12000件，全部拢是假包的仿冒品。日商美津浓是跨海提出告诉。根据日本品牌商来提告的时候，是他们并没有使用这个品牌来制作任何眼镜商品。那我们这次查获的数量是12000多副，然后估计的侵权市值是大概700多万。警方发现，46个业者自1807年开始，讲是美津浓伫咧台湾的代理商，验过私底下是进口中国制作的物件甲乌物件，以一副1000块的介绍批发予国内各大物件行甲网拍业者。不法获利初步估计是超过1000万，甚至仿冒品还佫流入去市面上，民众开3-4千块才买到假包的。近几年我们查获的仿冒商品的数量的案件数确实有上升的趋势。那我们发现这些仿冒商品的来源大多是从大陆地区来进口。警方讲，伫最近这几年所查到的中国仿冒品业者违法侵权的案件有愈来愈多情形。这回日商主动跨海提出告诉，警方伫咧信路依照违反商标法等罪嫌，甲涉案的业者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欧洲疫情等于拖第4波，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跟罗西亚，逐工死亡的人数创新高。也毋过民众对注疫苗的接受度嘛是阁无悬哦。法国一礼拜为着病人数是比前一礼拜增加4成。总统马克宏昨日宣布讲，老大人后个月开始，坐火车、坐飞机拢要提出有注第3档的证明。法国西部的港口城市圣纳泽尔的注射中心，医护人员有注意到第3期加强检的需求变较侪。L'efficacité du vaccin, faisons-la, même une quatrième si il le faut. 伫高计65岁以上一个高风险族群的人开始注第3期预防针了，10个医疗人员也开始注，11月初全国330万人。做过第3期预防针，不过政府也是强调资料无够。12月中开始，65岁以上的族群去餐厅、坐火车、飞机，拢要提出做过加强针的健康通行证。法国总统马克宏最高的电视访谈中也强调，伫过去1个月来，法国感染数快速增加。L'augmentation de 40% en une semaine de notre taux d'incidence et la remontée des hospitalisations sont des signaux d'alerte. Des 6 millions d'entre vous qui n'ont encore reçu aucune dose de vaccin. Vaccinez-vous. Je rappelle qu'une personne vaccinée a 11 fois moins de chances de se retrouver à l'hôpital en soins critiques. 巴尔干半岛国家保加利亚加罗马尼亚也无啥乐观。保加利亚初到一天就新增加死亡334例创新高，是欧盟注射率上低国家。伫咧对政府长期无信任、错误的资讯，也有政客加专家所发生的矛盾信息影响下，只有那30%的成年人做过2期预防针。罗马尼亚初被通报一天新增加死亡273例，首都布加勒斯特大学病院的死亡人数也快速增加，太平间的死体拢囤甲满啊，医疗体系强要崩解。伫咧欠缺对疫苗的正确认知下，完整做过预防针的比例只有那39%，比欧盟27个国家平均的75%差真多。Aici este marea problemă că nu înțeleg nici că cel mai simplu este să se vaccineze. 疫情一直拢正严重的俄罗斯，要注射卡关的情形，民众无信任因家己所研发的斯普尼克疫苗，做过2期预防针的比例到即马也无到35%，最高通报一天新增加死亡1211例，搁再创新高。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联合国气候峰会等个举行，全世界有真侪国家有互相约束，答应讲2030年要减少碳的排放。
也毋过有科学研究是指出讲，就算这个国家真正做会到减碳，也毋过地球伫这个世纪尾温度嘛是阁会压悬2.4度，甚至会愈悬。伫气候大会 COP26， 各国拢宣示家己的减碳目标，都伫科学分析机构气候行动队中找到实景。2030年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依然比爱控制成本伫1.5度的限制之下，爱悬出2倍。这只是各国做着承诺的基本抗战，若无效果不堪设想。If countries implement all of the proposals they've made until 2030, we would emit twice as much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han we should if we want to be on a trajectory towards 1.5 degrees. And that means every country, really every country, needs to go back and rethink what they can do more by 2030. 全球40个国家制定碳排目标，占全球减排的85%，不过只有6%被纳入具体计划。顶礼拜超过130个承诺伫2030年进行停止臭树啊、河损土地，成做这一摆峰会上大承诺。20个国签署停止投资海外化石燃料协议，不过互人批评应该连国内拢爱停落来。Some have clearly strengthened their targets, like South Africa and Morocco, whose targets are close to being 1.5 degree compatible, and still others have submitted updates with nothing new in them, like Australia, or even worse, have submitted a less ambitious target than the first target that they put forward, which seems to be the case with Brazil. 那进行承诺彻底执行上乐观的预测是成本1.8度，不过爱伫2030年进行有弹性而且真紧的行动力。公司新闻黄慧玲报道。再来看环保团体德国砍手协会今年嘛伫气候峰会公布气候变迁绩效指标 CCPI， 咱台湾伫64个国家内底排名是第60名，比去年落3名。也毋过环保署是批评讲，这个比拼发生严重的错误，台湾的人口数毋对，资料冇错误。德国砍手协会伫 COP26 公布上新的气候变迁绩效指标 CCPI， 台湾伫64个国家当中排第60名，而且比前一摆评比退步3名。不过环保署指出，这摆出现严重的错误，甲咱国的人口数减算300万人，地区一半的资料拢毋对。另外，台湾的温室气体伫2019年减排3.4%，协会煞引用错误的资料，颠倒讲咱增加排放量，互人质疑现有评比机制的专业性。确实是对我们的这个努力打着很大的一个折扣。例如像印度，那最近连续3年呢，它都排名在第10。那即便说在这3年里面做很多减碳啊等等的，像德国啦、日本啊，那当然我们也是有在持续下降，排名都很后面。环保署强调，根据欧盟执委会联合研究中心的资料显示，甲2005年比起来，2019咱国的排放量敢若增加3%，比全球的平均值搁较低，有做出成果。那妈妈监督核电厂联盟指出，台湾确实有减碳。不过，若卖关这份评比来看国际能源总署 IEA 的资料，会当发现咱减碳的幅度比韩国、日本、美国低，而且每一个人一年的用电量减少的程度嘛比这3国搁较低。我们整个的目标来说，也是令人担忧。虽然总统已经说了2050净零，但是呢，2030你的排放标准是多少？你的目标是多少？你没有一个路径出来，你2050怎么达到？环团烦恼，2030年要减少偌济碳排放量，具体策略甲做法到底也是无清楚。那安尼要达成2050零碳排放，恐惊是真恶。若针对德国砍手协会引用错误的资料来评比，有参加 COP26 峰会行政院能源甲减碳办公室副主任林祖伦是伫面册表示，对方已经承认错误，嘛有会失礼啊。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消息，咱来看，位伫新北市新生的国家电影视厅文化中心12月17就要正式开幕咯。中心嘛宣布讲，今仔开始，民众得当透过线顶预约，免费来中心家己的电影院收看因特别选出来的电影。让每一部作品都能够想讲的话，充分在这个环境中讲出来，其实是一个国家规格的影厅应该提供的基本服务。我们很期待这些影片都很乐意在这个环境中把他们创作的始意跟初衷可以让大家充分的感受得到。这个影厅不单单是有最新的科技，同时也是一个多规格的放映，从8毫米到35毫米。
中心强调讲，这座有下国际规格电影院，会当互大家来感受到国片伫声音的处理正有路的所在哦。嘛欢迎大家透过线顶预约来遮看电影。再来看台积电，正是讲明年会伫高雄起工厂，上紧2024年就会当开始生产哦。高雄市政府嘛表示讲，以早中油高雄炼油厂整理好势，明年中就会甲地交予台积电哦。也毋过有真侪少年人是开始烦恼讲，高雄的厝价恐惊会一直起咯。高铁座野站附近大楼一直起，但少年人却烦恼愈来愈买袂起，因为台积电搭高市府9号证实，台积电要伫个高雄炼油厂旧的地址起制定晶圆厂，明年动工估计伫2024年的年底开始生产。我们的处长、副处长级都进驻在现场，就看整个现在污染的整治状况啊。到目前也是进度有稍微超前，好，所以我们每天都有一个报表，我自己都会看。到底这个进度到什么时候？那我们大概预计在明年中会交地给台积电。市府为着争取台积电设厂，加速炼油厂旧址的整地，要伫个明年中交地，希望台积电来了后，会使带动高雄科技产业的发展，创造工作机会。大部分的民众嘛真看好，但嘛有民众烦恼工作机会有限，帮助无大以外，煞互房价起甲少年人买袂起。消息出来之后，也会慢慢担心到那个之后未来会。面对房价会年轻人比较没有办法下手。工科方面嘛，可能就是还是工程师的职缺会比较多。那如果像是我们是文科或是管理相关的话，就比较担心是不是没有相关的机会。民众对台积电来高雄有欢喜嘛有烦恼，因为伫设厂消息还未正式进前，左营甲南马溪的房价就一直起。即马证实了后，计数恐惊阁是起袂停。伫薪水一直对袂着房价的即阵，民众就惊未来伫高雄的生活会更加困难。记者陈焕武、面交馆、陈显坤高雄报道。台中一位伫2018年招考工作人员，因为流程甲规定出问题，结果出现计分录取哦，高分煞无考到的情形。监察委员最近通过纠正案，认为台中一位公司的考试哦，严重破坏公营事业考试的公信力。台中这份招考2018年精选云务类组政务员，无订定相关作业规定甲流程，出现分数较低录取、分数较悬的刷无掉的情形。监察院调查认定严重破坏公营事业举办考试的公信力，通过纠正台中这份公司。在同一个考场里面是低分录取而高分不录取的现象，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呢有损国营事业、公营事业的。考试的录取的公平性，可是规则这种东西就是人定的啊，所以他们想要改变规则也没有办法，无所谓吧。你说好的，然后之后又改了，然后就会让一些人本来有录取的人，可能就没有录取到那个位置。争议传出民众反应无同。2018年中正头一遍大规模招考。总共有3700多名考生应考，其中有1700多人报考云务类站务员。监察院表示，根据中捷公司提供的考试成绩显示，站务员正处人员上加考试的成绩是85.5分，但是这个类组成绩比85.5分悬的，也有12个人，却是无去录取。中捷承认公司成立初期规章也未完备，出现疏失，当时新班的人员也拢已经离职。因为当时人比较多，好，那有分4个市场来面试，好，那所以也许在整个资料的整理上，或是说在名单的核对上，没有一个复核的机制。监察院认定中捷无建立过户的机制，也有档案文件管理的规范，地书重要的文件已经拍无去，增加厘清真相甲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的困难度，属于重大的违失。中捷是表示，2019年开始已经成立事务委员会，会反复来检视招考的过程，避免造成同款的错误。记者台中报道。有将定8栋历史的华侨抗日历史建筑基地中华会馆的大档分社哦，这个土地本底是私人的土地，也毋过已经超过15档拢无人来继承。今年7月份是互民众以1068万标走，当地文书工作者是真生气哦。也毋过台东县政府文化处是表示讲，这个建筑物已经是历史建筑，袂当拆嘛袂当改建。
伫台东市中正路前花区的这栋白色建筑物，是94年前华侨甲迄当阵台东在地民众成立地下组织，对抗日本的中华会馆台东分社。2002年封定落做历史建筑，由台东县政府来列管。不过，这150坪土地是私人的，而且所有权人真久以前就过身啊。过身了后，一直无人来办继承。1990年土地封列管，以土地法的规定，列管15年了后，要是无办继承，就会当移交予国有财产署封标。5年前标的时阵，官府嘛想要买倒转来。伫一届废标、2届流标了后，今年佫发公文，请国产署佫一届互大家来标。本正佫是会流标，官府就会当伫咧流标5届了后，依法收归国有。毋过想袂到，煞有人出比第届定赔计数，也就是1068万买落来。互文书工作者是惊一条，政府这个算盘嘛，得了顶大去。跟国产署协商之后，也希望说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个土地不需要花费公帑。我们就可以收归国有的话，大概是最好的一个结果。说实在，他们对文化到底照顾了多少？不过文化处表示，土地虽然去互买去，不过地上物互县府列管做是历史建筑，地主顶是有土地，不过袂当使用，若无就会以文资法做连续裁罚。如果不经主管机关允许，随意的去变动哈，包括它的外观、颜色、结构，那其实主管机关是可以做裁罚的，最高可以用30万来裁罚，而且可以连续罚。官府目前嘛咧甲新的地主讨论这个土地要安怎摕倒转来，不过是无拍算要用买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县关西水坑溪，初五因为附近工厂的岩酸钢破气，溪水受到污染，嘛造成大量的鱼仔死亡。民众是指控讲地方政府拢无要无紧哦，伊嘛到立法院去定情。10几年来一次又一次，我就不晓得这要到什么时候。不满溪水受到污染，新竹县西民众去立法院定情。初五晚6点，水坑溪因为工厂盐酸的钢破气污染溪水。环保局迄当阵检测溪水的 pH 值是1.37，是属于强酸。不过居民一直到初6透早，看到溪内底济济鱼仔焦冰冻，而且闻到溪水真歹味，才发现的。检验结束之后，他就撤离，他并没有通知在地的地方政府。也没有通知中下游的居民，而让这一个强酸直接排入这个溪流。居民要求啉的水都要清气，来阻挡水污染。呼吁事业废水的排放都要有专门的管线，专案辅导工厂清扫。因田啉的水甲排废水都要分开，而且公开水质检测的数据，若违规的厂商都要当来处罚。排放废水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已经严重到影响到民生用水的安全以及我们的生活品质哈，那是我们地方政府呢，多次对于这种违规厂商都没有提出一个有效的惩处哈，业者就有恃无恐。督导环保局去依照他的相关法规跟他看到的事证，该严格处理，该严罚这个部分，他就应该要照法规的部分去做处理。记者会原本有邀请新竹县环保局，不过因煞无来。因若中央环保局的说明是无法度来解决这民众的问题，而且民众也是真生气，希望政府都要意水污染的问题，居民啉的水都要清气才用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成功大学团队用3个月的时间开发出全自动的鱼仔生产系统哦，甲传统用人工来培养哦，会当减少60成的人工，成功率嘛增加10倍。这嘛准备要技术转移给业者咯，望讲会当来改善农村人口老化欠工的问题。在生物科技、自动化机械、甲自工等等下领域的人才合作之下，一只的石斑仔啊是豆豆大只。用过饲石斑是真够工，骹手的需求嘛真大，要饲到有够大只会当卖，真无简单。要做的杂事非常多，而且要24小时随时关注在养殖场上，以避免有突发状况。对于之后有兴趣投入水产养殖界的人，是觉得乐观其成。用过饲仔啊，至少都要3个至4个骹手，而且还有24点钟的，也还会照仔啊无共生长期，饲无共款的饲料。即马生态技术团队结合生物科技、甲自动化机械，也有自工下领域的人才，研发出智慧鱼仔啊生产系统。
一个人就会当顾3个养殖池，是会当省6成以上的人力。通过这样全自动的一个甄检跟筛选，提供更好的一个鱼苗的一个养殖效益。同时，这一个系统也能够因为全自动化而节省了所有的人力的一个使用。技术团队用3年多的时间，开发出这套智慧鱼仔的生产系统。上大的特色就是全部拢自动化，把鱼仔为照射污点，豆豆饲到1寸至2寸长，育成率会当稳定达到3%至5%，比一般人工3/1000育成率是提悬10倍以上。未来这个技术会转予养殖业者，希望会当改善养殖业人口老化甲骹手欠缺的问题，会当协助产业的永续发展。这个技术嘛有摕到科技部2021未来科技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的破主有一间100多年历史的三合院，本地就直接放弃了。这个厝主伊本身就是做土水的师傅，伊就家己慢慢修，经过20档即马这间祖厝已经成做是破主一栋真有特色的建筑了。砖仔顶面的图样用刀仔豆豆甲磨。这间厝内底有各种无同款制砖仔，拢是这位土水师一个人一块慢慢贴起来。因为唔敢把活档的祖厝害去，所以只要有闲就当来修理。这一做就做了20档。怪兽来的差不多1个小时、2个小时就全部，全部都变成平地呀！后日一定生草的呀，对吧？我即马我个想是讲，无我若个起起来，我起起来，才就若要起就规个总到尾就一定总起啊。这间老厝内底，搁看着用漆较高的壁。当初因为上久放弃，本身会晓做土水的厝主。为室内到室外，毋但用砖仔来展示功夫，嘛展现创意，互这间100多平的老厝，成做破主市一间真有特色的建筑。以前咱古早的庙、古早的庭院有人做安尼，毋过这个技术已经断去啊，无人咧做啊，所以即马搁啊恢复起来，搁用咱迄个传统的一个迄个怀旧也好，还是讲鼓励也好，会当教育咱的后代，咱后代来遮看。室内室外的壁拢用砖仔做出无同的花草，行到外口的窗花，每一道拢无同款，甚至阁用砖仔来做刀夹。厝主开20档的时间，豆豆仔修整老厝，阁用创新的做法，互贴砖仔起厝的工艺展现无同的美感。记者林慧玲嘉义报道。警政署统计讲，每2个时代失踪的事件都有一个是因为失智症，一寡时代惊讲挂爱心手链会受人歧视，所以拢无爱挂失智症协会即马是推出一种新的联络卡，来提供无共款的选择。写过新结伫牌仔的红色塑匙圈仔，抽出内底卡片有主人的基本资料等等。这是台湾失智症协会新推出的紧急联络卡，会使互行唔知路的失智症时代得到帮助。有40%的这个同仁认为这个佩戴爱心手链有帮助，接近3%认为这个带 GPS 定位的辅具有帮助。2个有点互补 ，GPS 是主动的，你可以主动去发现它这个是被动。当人家发现或是他讲不清楚的时候，我可以知道。根据警政署的统计，台湾去年时代失踪事件大概有4500件，其中有2145件跟失智症有关系。大概每2位失踪的时代，就有1位是失智症。我们在整个失智人口里面的3/4是轻度跟极轻度。而轻度跟极轻度呢，行动能力基本上都很好，行动能力很好，加上他认知功能的一个障碍，方向感不清楚，其实就很容易会走丢。爱心手链就是很多长辈就觉得它很难看，或者是觉得说它好像给他贴了标签，亲切一点的紧急联络卡。协会表示，紧急联络卡伫设计时无任何失智症的标签，除了提醒患者使用意愿，一般民众嘛会使伫顶悬记录家己的医疗状况，当作一般医疗资讯卡来使用。记者郭本陈派文台北报道。云林的古溪种真侪笋仔，桂林社区几当前推出黄金山溜鱼，是真受到民众的欢迎社区最近嘛甲各社各有社区的妈妈合作，做伙来拍笋仔干，做这款真高档的山溜鱼，咱做伙来看卖。桂林黄金山鱿鱼这是什么？用什么做的？笋子。云林古溪黄金山鱿鱼在地方的推动之下，已经变作是桂林社区的特产。所讲的黄金山鱿鱼，就是甲拍打的笋干铺平、切丝，才定做伙特色农产品。
因为制作的过程真高工，佫需要看天公伯的配合，山鱿鱼才会当顺利出产。迄爱拍个直啦，爱这骨爱好啦，这拗条好来拍啦，有这太这日头有咩，咱才拍个水。若要做山鱿鱼，就要爱4、5工的。当年桂林社区拢会办山鱿鱼活动推行销，趁今年桂林国小也甲社区配合，对长辈一步一步做为体验拍笋干的工课。虽然过程有影辛苦，不过这学生也真期待，家己手工所拍出来的笋干会有啥物款的好滋味。就觉得以前吃过的人就会觉得很辛苦，然后就是也觉得很开心，可以能一起体验，就期待可以吃到自己做的。咱要用传统古法来做，是啊，做高工，成本真正足贵。啊，互囡仔知影讲物件吼，无简单的做好，而且这好品质才好，所以因互因一个爱物惜物的观念。桂林社区的长辈多数自少年时代就开始做笋干，有的拢已经是做50年以上的熟手。除了教学生安怎拍笋干，了解笋仔的特性，因更加望讲会当甲地方的智慧甲技术传承落去，互少年辈体会到早期先人奋斗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古早混血厂2年前开始重新整理哦，即马号名叫做平安1936文化基地。第一阶段会来先开放混血馆、客家馆佮所谓体验馆哦。年底之前就会开幕，咱先来看卖。屏东混血厂嘛是全台生产规模上大，也是目前全台设备保留上完整的加工厂区。屏东县府也伫2018年向文化部争取到3亿7千多万的经费，要来征收这个所在。经过3档的研究，决定甲这叫做平安1936文化基地。平安1936文化基地哈，最主要是因为它是屏东烟厂嘛，然后是1936年启动的哈，我们把这个历史的一个概念把它注入进来。屏县府文化处长是表示讲，这个基地会以屏东的多元文化为基础，甲伊起做一个博物馆。内底包括混血啊，也佮有客家含原住民的专业研究，佮有典藏。未来屏东美术馆也会伫遐。烟叶博物馆以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客家的这个博物馆，还有原住民的博物馆。那还有2个这个特展空间。那这个特展空间呢，也会打造成全台湾第一个这个数位沉浸式的一个体验空间。平安1936文化基地第一阶段会开放屏东混血馆、客家馆、所谓科技体验馆，佮有商业展览空间，有计伫年底开幕。未来专区启用了后，这个文化基地会串联屏东演艺厅，佮有屏东大学，成做屏东市中心的艺文好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气候变迁，佮加上乌白彻查1年爪哇岛的濒临危机的动物。白色的长手狗哦，剩4000只尔。动保团体当个拍拼保育，嘛教当地人来种咖啡哦，唔通非法刺树啊。当地员伫林间跳来跳去，真溜达。蛇花当地员佫叫做银白当地员，无油果水。目前伫个爪哇岛只剩4000只左右，已经被列入濒危名单。不过目前因上大威胁来自生态地消失。Yang nyata ancaman sekarang malah ya kayak keutuhan hutan ini karena semakin banyak aktivitas manusia juga orang banyak merambah juga membuka hutan yang awalnya itu tempat oa。为保护爪哇长臂猿，动保团体甲政府共同合作，每个月派人到社区推广永续发展的保育观念，伫森林徛禁止打捕、甲非法刺树啊，告示牌，同时辅导民众改种咖啡，换一种方式增加经济收入，学甲原来生态共存。Setelah sadar bahwa apa yang dilakukan itu salah, kita coba kita cari tahu gimana caranya untuk mengambil hasil hutan tanpa merusak hutan dan tanpa mengambil satwanya. Itu salah satunya adalah kopi。不过专家发现，除了头拍蜡甲刺树以外，气候变迁也威胁长臂猿的生态所在，互食物件减少。Akhirnya bergeser ketika hujan di tengah yang seharusnya musim panas hujan, pohon itu seharusnya berbuah menjadi vegetasinya menjadi tumbuhan yang lain, misalkan daun yang harusnya menjadi buah menjadi daun lagi.
buahnya rontok. Itu yang berpengaruh kepada hewan yang ada di hutan Petung Kriono. 动保团体认为，大瓦长臂猿面临真侪威胁，在未来10年内有5成几率可能灭绝，相关的保育工作都要赶紧。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来看比利时有一条自行车道是设计了真特别，看起来就亲像伫水底会骑脚踏车同款。咱做回来看卖。车道的宽度愈来愈低，无偌久，脚踏车就亲像摩西分海同款，穿过大河向对岸行。这条特殊的自行车道，在比利时东部林波省波克莱克自然公园当中。车道200公尺长，3公尺宽，用穿过河的方式来设计。伫顶面骑车的时阵，视线宽度会下降到甲河边同款，手若一寸就用吸着水。Donc descendre sous le niveau de l'eau, c'est une sensation assez incroyable. Et alors on se trouve au niveau de l'eau et on se trouve au niveau des canards, des cygnes. Et voilà, c'est particulier et je pense que beaucoup de gens adorent faire cette expérience. Voilà. 这条车道2016年开放了后，就数十名游客慕名来遮。大月时阵，逐工甚至乎3500个游客。时代杂志阁将这列就全球100上赞的所在之一，除了体会穿过水面的感觉，当地自然景观也是吸引游客关心。林波省是比利时有名的脚踏车都市，当地铺设将近2000公里的脚踏车道，而且还阁一直增加。建筑师以无破坏环境的方式，让脚踏车道融入当地景观，让民众伫观光休闲以外，也兼顾生态。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外岛地区上低16度，上悬23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